壽司男爆梯驚魂，內地扶手電梯接連出事，香港尋日亦一日兩單。灣仔入境大樓4樓落3樓嘅呢條扶手電梯，尋日朝11點半突然冒煙同埋傳出異味，有市民即刻撳停，通知保安報警。機電處初步懷疑摩打同埋部分控制組件損毀。呢條奧的斯生產嘅扶手梯由通力電梯維修保養，逢星期5例行檢查，點知尋日未檢查就出事，好彩冇人受傷。不過呢個30歲嘅壽司店速遞員，尋日中午出車前喺荃灣城市中心一期不幸中招。想落去車場攞車嘅，咁啊搭扶手電梯啦，一路落，前面嗰幾級都冇乜人喺度嘅，咁一落到去就近到平路嘅時候呢，大約2級左右，前面嗰嚿膠就爆出嚟，爆開6、7件，咁樣身度中咗2、3件啦，但係最大件嘅就飛落隻眼度插落去，咁好彩戴咗眼鏡就冇乜話大嚴重，但係都赤痛依家。佢話呢條電梯成日壞，佢會追究。負責製造同保養嘅30電梯懷疑梯級攝住碎石，同梯梳碰撞後引致爆裂。